各位观众朋友，早早欢迎收看2个礼拜公司台语台早起新闻，我是陈富宪。新闻开始，先来关心中国宣布3月初起暂停进口台湾往来。农委会防检局昨暗发新闻稿，呼吁中国对现有平台进行防疫检疫的技术对话，恢复往来贸易。这是台湾第一届有农产品因为检疫问题遭禁止进口。中国进前宣布暂停台湾往来进口，伫台湾引起争议。大陆伫2日暗时透过海峡两岸农产品检疫检验合作协议平台回应台湾，表示暂停台湾往来事实符合伊的相关法律法规甲标准。防检局回应强调，台湾已经采用有效强化措施，搁一摆建议赶紧展开双边技术性视讯或者是实体会议讨论，搁依照国际规范马上取消暂停措施。屏东县高树乡农会理事长洪华进表示，中国要禁止台湾往来，每一年农业团今年1月底，伊阁听到风声，叫是假消息，想袂到这一摆是真的。冷总社目前有准备出口日本的往来，面对外销中国受阻，伊表示贸易商有讲要协助争取增加日本的订单。这是口头上啊，无正确啦吼。但伊昨有台话，伊讲3月初以后，伊要改一季40尺。好，这是增加。屏东因为选举上早上受冲击，第2大产地台南3月开始采收，地方农会是承诺会协助买更较侪往来做加工，这被伤过侪进入市场，会影响价销。往来所伊的原物料的用量会较大，往来上迄个阮做的我的凤梨销售，陆小我嘛是一定配合讲中正南未来受当遮的农产品，来稳定这个鲜果的市场。台湾外销中国往来已经有4个月无检出居心，不过中国议员以真济摆检出，做出暂停输入的决定。农委会表示，外销中国5万多吨，会以提悬奖励方式鼓励出口到其他国家，目标3万吨，另外2万吨做加工。防检局会继续争取双边自相解决专业技术问题，搁加强检疫检查，确保输出农产品符合世界国检疫的要求。记者综合报道。斗阵来关心天气，今日各地天气好天，云高，北部的高温会回到2-3度，咱来看温度。今日是228连假第2天，东北季风减弱，天气渐渐好。日是北部、宜兰、花莲的高温会到2-3度，中南部、台东会到2-8度，西半部暝日温度差较多，拜2下个头东北季风，北部、东北部拜2-3转淡冷，高温恐惊会降10度。近2日中南部熬大雾，有空气污染，提醒乡亲要注意。今日0点45分，台北市长郭文哲再次挑战骑铁马一日往回台北高雄，各顶全的网络直播。不过有市议员批评，这届由民间主办，市府的预算却开不8万，质疑郭文哲是咧制作声势。全新装备集团准备出发，台北市长郭文哲搁一摆骑脚踏车挑战一日北高。透早饭点45分为台北干道宫出发，市府团队组成3队15人，按算一路骑到婚姻园口湖游客中心。郭文哲乘坐高铁北返参加一日北事件74周年纪念会，所以会搁坐高铁到台南甲团队会合。暗时9点到高雄市台基国中。状态如何？就除了这2个问题以外，其他都还好。希望推广脚踏车运动，台北市副市长黄珊珊前几天因为训练大腿小可忧伤，佮去病院注射缓解。原本以为家己的状态因骑到南口就算袂歹，想袂到一路对团队斗阵骑到新竹大天府休困，一根有讲有笑。我们的首长队非常的认真，我们已经练了很久了，所以而且我们每次练习都很开心。我觉得重点在于，一起集体的运动是一个有形成共识，然后增进感情。那最重要的是，也可以快乐的把这件事情当成一个嘉年华来。对，当然，其实我们第一次来，所以呢，本来心里有点害怕。不过呢，大家我想我们市府团队一起骑在一起就有互相打气的作用。
不过，过去原体的自治八股活动由体育局举办，包含2016的自治八股甲2017的自治双塔。台北市机关简述会指出，这摆解由民间团体主办，原体甲市府团队组队参加。体育局各开98万元的预算，其中开40万用伫直播甲公关操作。伊一期用市府资源宣传原体个人声量，淡化自治八的意义。台北市府是回应，希望外界唔通故意打负面标签，选择自治八挑战自治八股，都是希望用汗水出台目屎。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今日的报纸消息，先来看到是《苹果日报》。香港影星吴明达去年发现染着肝癌，2个月前动手术带因化疗，昨下晡因为癌细胞摊开，多重器官衰竭，到下晡过身，享受70岁。继续来看《联合报》，金管会公布上新的数据，以厝养老的贷款去年成长率无2成。银行业者指出，老大人较无法度接受甲厝换做契约，还有继承人烦恼影响未来继承，年后的风险嘛是业务推动困难的因素之一。来关心国内疫情，昨昏台湾增加3例境外病例，全部镜头分别对英国、越南和菲律宾入境。指挥中心宣布，3月起北韩确诊者接触的居家隔离者，就一人1号检疫，避免厝内烧鹅的风险。卫福部立桃园病院捐助事件，捌出现暗号863，护理师规家伙7个人确诊。为着避免类似的事件搁发生，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宣布，为3月7日开始，甲确诊者有接触的居家隔离的人，爱采用1人1号的方式。家户的侵袭率，显然比以前是高的，所以我们在居家隔离，才要采取一户1人的这样的一个做法。能够让这个家户内的侵袭率能够不要因为这个侵袭率而让更多的人的染疫。另外，指挥中心嘛公布上新版注新冠疫苗优先的顺序，包括医疗院所的医事人员、中央甲地方政府防疫人员、高风险第一线的人员、可比国际航空的机组员、防疫车队的驾驶、防疫旅馆的人员等等，也有因为外交或者是公务出国的人、代表国家出国的运动员或者是选手、警察、宪兵、安养社福机构的人员。军人甲国安人员、65岁以上的集会人、罕见疾病甲重大伤病者，也有50岁至64岁的人等等，拢总10大类的族群，差不多1500个人，主要3000档的疫苗。这个运动员的部分，因为他们可能在最近就要出国去可能去东京奥运去比赛或训练啊，所以有需要施打疫苗，它也是为国争光哦，所以我们当初会把它列在这个里面啊。台湾透过 COVAX 平台注文的476万剂的疫苗，指挥中心表示，目前还未接到通知 AZ 疫苗来台湾的质量甲运送的时程，可能会较晚几天啊。2月27嘛是指挥中心以及开设满周年的日子。回头看台湾出现疫情较大，累计国内确诊拢总954例，伫全球193个国家内底排伫186名。发生的比率是每10万人有4个人确诊，致死死亡的比率嘛比其他的国家低真济。代表国内对患者的照护做了真好。记者综合报道。全世界武汉肺炎的疫情，各个国家全球病例数也已经超过1亿1000万例，死亡的人数有252万人。咱来看上新的统计。台湾昨昏增加3个病例，目前是954例。中国的病例有89000例，香港超过1万例，日本超过43万例。目前全世界疫情上严重的前3名是美国、印度甲巴西。美国已经超过2900万例，印度超过1100万例，巴西超过1000万例。欧洲迄边，英国超过418万例，法国超过374万例。美国的交生疫苗预计这2日会通过美国的紧急授权，上紧后礼拜1会当开始配送，成做美国第3款新冠病毒的预防针。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 FDA 22个专家小组2日经过几天的讨论了后，表决赞成推荐交生的疫苗紧急使用权。That concludes the votes, since the majority voted yes, we do have a favorable vote.
交生疫苗按算伫1-2天内，就会当摕到 FDA 紧急使用授权，上紧后礼拜一开始配送。加做美国伫辉瑞、莫德纳了后，第3个摕到授权会当注的疫苗。FDA 顶一日指出，只要做1剂的交生疫苗，效果差不多是66.1%，无比爱做2剂的辉瑞甲莫德纳较好，毋过有符合标准。美国全国卫生协会官员指出，390万剂的交生疫苗会当随时供货，也若 AZ 固定疫苗伫欧洲引起效果无够，真侪医护人员甲民众拒绝做的疑虑。德国卫生部长2日嘛甲顶一日法国总统马克宏同款，表示家己愿意做 AZ 固定疫苗。Auch wenn ich die Zahlen heute Morgen nehme, mein Eindruck, dass das vor allem auch was zu tun hat, sozusagen mit der Organisation, mit der Terminvergabe, bis das. 18指出。AZ 疫苗上大的问题是供应量无够，并毋是效能的疑虑。不过，英国卫报指出，欧盟国家目前有8成的 AZ 疫苗放伫遐咧用无住，嘛影响到欧盟注疫苗的计划。公司新闻景观庆编译。缅甸政变末1个日，缅甸驻联合国大使对联合国大会讲，家己代表翁山书记的民选政府，呼吁国际社会用各种手段停止政变。不过，中国甲罗西亚拢讲。缅甸政变是内政的问题，国际无应该干涉。缅甸第一大城仰光的街路日前阁传出枪的声音，反军政府民众继续发动示威，警方阁一届来开枪，甚至是用催泪加速来驱离示威民众。2月1日，缅甸军事政变就伫要满1个月，连续几个礼拜反政府示威，至少造成3个民众甲1个警察死亡。较大的大罢工嘛，差不多互缅甸无法度运作。啊，毋过军方的态度也是大真硬，到头也毋肯甲国务资政翁山书记等等的民选政府官员放出来。军方新选的委员会甚至宣布，去年11月份的国会大选无效。缅甸驻联合国大使2日伫联合国的大会顶悬公开表示，家己代表民选的翁山书记政府，嘛呼吁联合国甲国际社会采取一切必要手段阻止政变。In addition to the existing support, we need further strongest possible action from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to immediately end the military coup, to stop oppressing the innocent people, to return the state power to the people, and to restore the democracy. 讲到激动的所在，军武盾各用缅甸语向国内徛伫街路的人民喊声，鼓励因加油，绝对袂当放弃。而且甲上顶反政变的3支砖头啊举起来，大会现场嘛随出现拍扑的声音。ဒီရေတော်ပုံမုတ်ချအောင်မြင်ရမည်ဖြစ်ပါတယ်ပြည်သူသာအဓိကပါအရေးတော်ပုံအောင်ရမည် And thank you, Mr. President. 联合国缅甸特使布格纳发言来呼吁缅甸军政府唔通阁延前，必须要允准联合国的人员入境。实际了解缅甸的状况，啊，毋过中国甲俄罗斯的代表阁一概强调讲，缅甸政变属于内政问题。公司新闻景观庆编译。镜头转来咱国内，今日是228连假第2日，各道的交通量有101万车公里，是平常时的1倍3。高公局预测各道有14位开塞车，路南的车流对早起9点过会开始出现。另外，今日也有侪人要上北，其中各道5号，恐计对早起11点踏到暝时的11点踏12点钟。今日各道的交通量预测会有101万车公里，是平日的1倍3。高公局建议民众要路南会当下晡出门，上北的民众就早起出发，避免甲人塞车。昨各道发生死亡车祸，一台大货车的链仔入去跳过对向，直接对休旅车的车顶陷落，遭到副驾驶的这位妈妈当场无愧死。会当看到行车记录器倒边头前的画面，有一个链仔跳过国道中央的护栏，直接陷到旅行车，所落来搁伫南向的车道链，弄到另外一台货车的车头，向陷到旅行车，坐伫副驾驶的女性当场就无喘气。驾驶轻伤把他的车子自行行驶到外侧路肩，严谨到外侧路肩查看之后，当场那个乘客女士她的头颅那边破裂。向陷到旅行车车顶规个毛路砸风玻璃嘛碎去，看出弄到的力头有偌大。吊水货柜大拖车驾驶到案，针对代志发生的过程是无加讲啥。大多迄当时链仔哪会去同落去？应该货柜运营车驾驶自述，他轮胎脱落后，他并不知道行驶一段路由民众拦他的车子，
他才下车查看，才发现轮胎脱落。旅行车内底是规家伙4个人，22月连假头一天，打到高山区的厝里出发，要去台东度假。经过国道1号路南364.4公里的所在，向去对向大货车落落来，连啊喊着。除了驾驶无代志以外，因太太跟2个查囝，一个死去，2个人受伤。来的时候呢，事实上是比较属于一个惊吓的状态啦。那表达的这个不是很清楚，有颅骨骨折的现象。那脸部呢，有多处的这个撕裂伤跟擦伤。那还好，其他胸腹四肢的部分，目前看起来是没有明显外伤啊。大拖车的驾驶接受侦讯的时阵表示，车头是伊家己的，拖车是甲别人借的，无清楚详细的保养状况，警方会调保养记录来查清楚。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长郭文德表示，若欠市府停车费欠1礼拜，就不准插到公有的停车场。若是插路边无纳钱，会直接在车顶打欠钱的小单。有民众认为这款手段过头重。机车顶悬有高高一塔的停车纳钱通知，车主所拢无要纳钱。台北市有真侪这款的欠钱大户，互台北市府是真头壳痛。根据天管处的统计，去年停车欠费的件数就要到228000件，今年是要到2650多万。针对这件代志，台北市长郭文泰按算制定新政策来杀禁令。若是民众停车欠费1礼拜，就禁止来停公有的停车场，就算讲改停路边的停车格，嘛会打欠钱的公告。缴费是应该的，那贴标签，我觉得当然可能会有人认为有点过了，可是我个人是觉得你就缴费就对了嘛。台北市天管处指出，民众欠费超过300块，得收到短信通知来纳钱。针对欠钱的大户，要到10万块的车主，都2018年7月份开始，嘛有新的对策。欠钱的车若是停伫咧收费的架内底，天管处收到通知了后，得强制执行分数来查封车。民众有时候一时忘记，1个礼拜你就让他不要到公有室的停车场，会不会给他带来更多的困扰？好友义尊重郭文泰的想法，毋过认为讲订定法规应该符合比例原则。天管处表示，目前到催缴阶段，后来有纳钱几率其实是要加99.4%，敢若0.6%爱透过催收处分甲强制执行。针对郭文泰提出更较强的手段，拒绝欠钱的车来进入公有的停车场，天管处表示会来入去参考，建议会当做而且更较有效率的做法。记者综合报道。高雄南仔区有一位老先生，甲厝边有土地纠纷，煞去人门骹口配谈，互厝边斗用监视器画面检举57届。目前罚单也已经开出24张。这位老先生煞阁继续配，环保局讲，只要是单独的违规行为，就会继续罚。拄到官的老大人行我近所生厝边的厝，对大门的空地配谈，而且安尼行为不止一摆。对今年1月5号到2月中旬，已经被开出57张的记罚单，其中24张，环保局按照违反废弃物清理法裁罚1200块，总共罚了28800块，互厝边非常的困扰。当然不是我，如果一个人撞他有病了，我们不是全部都跟他有病啊，我们怎么办？讲过。哦，啊，人讲过，伊拢爱听，啊，伊毋听，伊讲啊，你唔爱咁配合嘛？伊讲就是要因约掉啊啦。老大人凊彩配谈的行为，环保局表示，只要证据明确，每一遍违规拢会开罚，未来恐惊爱面对侵权的罚款，已经提出家属劝导，所生厝边嘛已经提告。老翁的家属就是他的女儿，那有跟他告知这个违规的状况。那以及这一个裁罚那因为这个被检举的这个次数非常的多那也告知这个金额其实也相当的惊人。那老翁的家属也承诺他会去这个规劝他的这个父亲。邻居至他家门口吐痰，并且辱骂3字经这些证据来提告公然侮辱。老厝边因为巷仔共有土地发生纠纷，变做公然侮辱的问题，警方呼吁民众有纠纷爱找合法的管道解决，以免双方拢有受损。记者李小涵、赵冠高雄报道。飞行线毋但会当载人，台东市有一间庙甲神尊载上天了境祈福，希望疫情会当量早收线。好，OK。全副武装准备要起飞，不过详细看，这个信徒行前某一个神尊，手阁举一台卡梅拉，要把这个真罕得快，伫天顶运镜的情形记录落来。飞伫花东唱国的天顶，飞行线伫空中飞行运镜20分钟，落尾平安降落。这个某神尊的男性，
是台东一间强防主神是老婆大帝的堂主。伊讲，即个伫天顶文景有得到神明的同意。吕布大帝呢，他是掌管瘟疫的，然后我们希望说，吕布大帝他只是说要来做我们翱翔飞行伞就是等于说能够驱瘟，然后赐福台东烟过伫正月15、16元宵节时阵，拢会举办大型文景的活动。今年因为防疫，古不利将来取消，所以庙方决定以无共款的方式，请老婆大帝搭飞行伞，伫空中文景，保庇台湾平安。没想到这次可以载着神明在空中巡视祈求风调雨顺也愿祈求飞行员飞行平安。这个圣诞的堂主表示，老婆大帝头一届伫天顶出巡，信众是拢真支持，嘛希望透过这届运景替台湾祈福，毋望疫情会当赶紧过去。记者综合报道。促转会任期到今年5月，时间敢会延长受众人的关心。有人认为促转会对白色恐怖的调查报告、轻度维权上灯、追究加害者的责任等等，无明确的进度甲作为，任期到就要结束。这是我们要跟威权时代做个了断的时候，只有跨出这一步，台湾的民主才算是真正的巩固。2018年5月，总统蔡英文主持促进转型正义委员会报答和挂牌典礼，宣示促转会正式成立。正做任务型机构的促转会，这2年多的时间，针对查明历史真相、社会和解等等的面向，伫咧拍拼。不过，各民间团体认为，针对促转会核心的任务，像完成白色恐怖调查报告、轻度维权上灯，也有追究加害者责任，促转会并无做适当的处理。5月份任期到就要结束。2016年大赢了300万的选票，他说：我们会从真相调查与整理出发，预计在3年内完成台湾自己的转型正义调查报告书。这个是蔡总统在2016年给的公开承诺。民间团体向民进党发声，认为促转会上主要的工作就是完成转型正义的报告书、后续法案的规划和任务的交接，嘛要伫咧总结案的报告提出建议。我们其实期望促转会依法在任期届满的时候就结束。那对他真正的期望，事实上是要能够发挥尚未规划的这个功能，然后桥接这个相关的业务进入到相关的这个部会。针对民间团体建议，促转会表示会谦虚检讨不足的所在，嘛会继续整理各项成果向外界报告。等若促转会完成规划以后，接落去要安怎执行，会继续来听外界的意见。记者阿明真、林玉凯台北报道。来看外国科索沃的街路，常常会看到流浪狗在扫掠找无者，有使用中心拍拼为因找欧美国家的新主人，改变因的运命。天气真寒，阁落雪。科索沃首都普里斯提纳常常会看到流浪狗仔伫雪地当中辛苦冰脆食面。这狗仔最后的下场，互人真心酸。10公里外的古城乌皮亚纳，这个流浪狗收容中心正努力改变因的命运。Too many sad cases on the street. Too many dogs. Too many suffering. So that was the main purpose to open Pristina Dog Shelter. 除了予本国人领养，因也开放跨国送养狗仔到欧洲甲美国，甲即马被领养的狗仔超过700只。消防署表示，将流浪狗仔送养到欧洲的程序真麻烦，要各种的文件，还佫将狗仔隔离监测3个月，做血液抗体检测。美国是只要一张健康证明就用送去，不过有一好无两好，要送养到欧洲家庭，只要开一撮车就完成任务。要送去美国家庭，都要找到自愿的无人机乘客，因为疫情的关系，班机减少真济，要找到安尼人是真困难。流浪狗仔瑞塔真幸运，找到愿意收养的美国主人。不过，消防署到即马依然唔知影到底要透过什么款的方式，甲伊送去美国。I would love to raise awareness about the process and, just give this little dog the best life that we possibly can. And we're just very, very excited. 消防署负责人甲4个伊朋友并无为科索沃政府得到财政补助，可只是各界民众的捐钱。不过，假使议员保持乐观，表示伊得到上大回报，就是看到这狗仔好亲像知影家己被救的处境，所以对新主人拢是表现甲真亲密。
公视新闻林浩如编译。同齐来关心今日的天气。今日东北季风减弱，天气渐渐好。28北部、宜兰、花莲的高温会到23度。同齐来关心今日的天气预报。北部地区14度到22度，中部地区16度到26度。南部地区17度到28度，东部地区16度到25度，外岛地区12度到21度。感谢您收看今日的早起新闻，我是陈虎显，咱再会。